避孕易出斑，磁療攝走黑色素。滿面雀斑好可愛咧，小甜甜就話啫。唉，咁多斑，出街點見人啊？張傑醫生解釋，色斑嘅形成係由於人體皮膚內嘅黑色素細胞出現不正常變化，皮膚較白，長期暴露喺紫外線下面而冇做足防曬措施，以及曾經長期服用避孕藥嘅人都容易出色斑。而色斑可以分為淺層同埋深層。咁我咧塊面好多斑，咁我又唔想做針灸喎，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我哋可以用磁療啊，其實咧磁療咧就係利用一啲咧醫療嘅磁去達到咧幫細胞做咗修補嘅功效，同時間咧仲可以幫你黑色素咧排出體外嘅。我哋咧首先可以咧用呢個咧宇宙射線，咁咧等到嗰啲細胞咧活化咗，從而咧將啲色素咧鬆解咗，唔使再黏連黐住啲細胞先。用磁梳將空氣中嘅負電荷引去修補細胞，使到黑色素排出體外。磁餅可以平衡人體嘅酸鹼度，將磁餅貼喺合谷穴，利用負磁場去刺激穴位，使到血液循環去到頭面，再用負磁磚去加強刺激穴位，擊退黑色素。最後係用伽馬射線令到細胞沖水，促進新陳代謝，排出廢物同埋黑色素。做完幾次療程之後，你睇我啲斑淡咗幾多？